后来这个部分的女性朋友有尿失禁，甲这个子宫脱垂的问题。治疗的方法就是伫体内种一种人工的网膜来改善镜头。也毋过李伟痛骂，讲这种人工的网膜存在风险。妇产科的医师嘛讲，确实有可能会产生并发症。让美国甲澳洲一寡国家已经来禁用了，但是台湾政府拢无积极的作为。民间团体讲，根本就是甲台湾民众当作是白鸟鼠。这个人工网膜是用来摄入伫阴道病内面，也就是肚皮内面黄色的标示处，加强体力，改善尿失禁、子宫脱垂问题。不过有立委甲民间团体痛骂，使用存在风险，包括美国、澳洲、纽西兰拢已经下令禁用，卫生部拢无作为。我们的肉紧结在一起了，如果有发生事情的时候，你知道把它挖下来有多痛苦跟多难吗？民间团体质疑，无经过人体试验，为虾米互女性继续使用？妇产科医师嘛讲，确实存在风险。有并发症发现，它会引起糜烂，引起断裂，还有甚至引起一些感染。重点是在医师的专业训练跟病人筛选，并没有更好的一个替代疗法。如果我们现在就禁用或停用呢，其实会对国内有需求的病人反而是不利。食药署3月召开医疗器材安全咨议会，6月毛发函予医学会医疗机构提供使用准则，要求注意。这是国外已经禁用阴道网膜，伫台湾阁无回收，妇女若受疑虑咧，上好爱甲医师详细沟通。